来看20当前成立的台东县鸾山森林文化博物馆是台东县头一个私人成立、政府认定的环境教育场所。目前一天上侪是当予300人来遮参观。创办人阿里曼是表示讲透过人数的控制，望可当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入去鸾山森林文化博物馆，本轮的族人会带领游客向祖灵报告祈福。对到南园入去元素内博物馆，会先看到传说当中会行路的树仔，其实这是白青的迄根延伸出来的地景。再来进入海拔500公尺左右、海拔山脉元素内，就亲像电影《阿凡达》的场景，佫会经过2块大地的岩石，中形成一条通天的巷。无讲真宽，敢来当行一个人的跨度。这个森林文化博物馆经过当地本轮族人阿廖曼经营20多年，2年前摕到环境教育个人奖，再过经过环保局的辅导，今年通过环境部的审查，加入台东县头一个私人环境教育的场所。最大的特色就是说，可以透过不管是在地他们的在地的族人，他们在地的青年，然后呢共同维护他们整个传统的一个文化。鸾山森林文化博物馆这20多年来，已经累积20多万来自国内外旅游的人口。负责人阿廖曼表示，当初是要避免去互财团开发，为着要保留珍贵的森林甲本轮的文化，伊用个人的力量推动甲保护，旅游的人数毋是主要的考虑。最主要就是森林文化是从抢救森林土地出发，找回我们人跟大自然永续对等、森林银行的概念实现在这里哈。鸾山森林文化博物馆有300多公顷，即嘛加做台东县第7个环境教育的场所。不过阿廖曼表示，园区伤大，解说员的骹手有限，一天敢来当接待早起1场，甲下晡1场，还有一团规工的场次。上侪300个人敢若接受预约，控管人流，避免原始的森林受到伤侪人为干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